传道来为我们传讲信息：耶稣受试探。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大斋期的第一主日，也就是说，再过约莫40天就是复活节，所以在教会的传统上，我们会一起来阅读耶稣40天受试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今天我们刚才读经的时候，已经读到是在我们路加福音第4章的1到13节。提到耶稣受试探，我们不免想到一件事，人会受试探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人会犯罪的，人会受试探、受影响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有罪，我们心中有欲望。当我们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养成，就生出死来。所以人试探是因为自己的私欲，自己有罪的缘故。那问题来了，耶稣又不会犯罪，当然我们不能说耶稣没有私欲。我想耶稣跟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但是他没有犯罪。但是既然耶稣他没有犯罪，也不会犯罪，那为什么耶稣要受试探呢？我想耶稣受试探，有几个意义在。首先，第一个原因，第一个意义，耶稣受试探成为一个指标，因为这个他跟我们一样，他成为我们的榜样。既然耶稣跟我们每个人一样，他能够胜过试探，这表示说我们也能够跟耶稣一样，靠着神，靠着上帝，靠着经上所说的话语，我们也能够胜过试探。这是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耶稣受试探成为一个翻转，成为一个更新。如果各位对旧约圣经有一点概念，大概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就会想起曾经以色列人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当摩西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曾经在旷野这个地方怎么样？行走了40年，走了40年。这40年的期间，就好像是上帝给以色列人的一个试炼，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有资格、有那个能力，成为神的子民，进入迦南地。结果，以色列百姓成功还失败呢？哦不，他们失败了。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这些百姓们，没有一个人进到迦南地，除了2个人，一个叫做约书亚，一个叫做迦勒，其他人全部都死在旷野。原因是什么呢？他们看见上帝的许多恩典，看见上帝的许多神迹，但是他们却不愿意悔改，他们仍然这个不倚靠上帝，不相信上帝是他们的上帝。以色列人失败了。到了新约的时候，耶稣需要有一个翻转，有一个更新，告诉以色列人，过去祖先们失败了，但如今耶稣能够胜过魔鬼，能够胜过试探，能够真正的带领我们进入迦南地。他能够在这40天当中，虽然受了许多的试探，但是他仍然靠主得胜。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到底耶稣在这40天当中，40天过后与魔鬼的这样的一个对话，来从当中来学习，也了解耶稣是怎么样在这当中得胜。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来仰望，求你对我们说话，借着经文让我们更明了，过去你在旷野当中是怎么样子靠上帝得胜，靠着神给的话语能够对抗魔鬼。
也帮助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服事当中，我们仍然能够学习靠你来得胜。谢谢天父垂听我们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在第4章第1节的时候，有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耶稣为什么会到旷野当中受试探呢？他是受圣灵的引导。第1节说他被圣灵充满，圣灵就引领他走到旷野去。耶稣被圣灵充满。各位如果往前稍微看一下前面的话，就会注意到，其实耶稣受试探前才刚做完一件事情。什么事呢？耶稣受洗啊！耶稣在约旦河当中受洗，施洗约翰帮耶稣受了洗，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因此略过家谱这一段哈，每次看到家谱就是大家都会速度很快的跳过去哈。但是这段家谱其实也蛮重要的，有机会我们也可以来看看。耶稣受了圣灵之后，被圣灵引领来到旷野当中受魔鬼的试探。各位，如果你看到最后面，耶稣受完试探之后，第14节，耶稣带着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也就是说，整段过程当中其实是圣灵的保守与带领，让耶稣在这个试探里面。这可能跟我们过去的概念有点不一样。各位，对我们来说，我们常常会认为人受试探，我们受试探是因为我们远离上帝最软弱的时候才会受试探。各位，我要说不一定哦。耶稣是在满有圣灵的时候受试探。撒旦喜欢攻击那个最属灵、最状况最好的人，因为这是上帝的精兵，因为这个时候是能够做最多，为上帝做最多事情的时候。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面对试探的时候，首先不是先哀怨自己好像怎么会在一个很糟的境况当中，也许你可以告诉自己，这个时候我正是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是满有圣灵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哀怨自己怎么处在一个糟糕的状况、被试炼的状况，而是我要如何靠着圣灵，我要如何靠着神能够走出来，能够面对试探。耶稣在受到圣灵的引领，到约旦河，到了旷野里面，40天受魔鬼的试探。在这些日当中，他没有吃什么。吃可以说是人生当中相当重要的一件事情。圣经当中非常常提到跟食物相关的东西，我就一直很想要做一本食物神学，因为我也很喜欢吃。那所以你看到试探的第一个试探，魔鬼从吃来着手。耶稣40天当中没有吃任何东西。各位知道旷野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吗？在中东的时候的旷野是一个没有任何食物，也没有水的一个地方，所以他找不到东西吃，他也没有水喝。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百姓在那40年期间走在旷野当中，常常埋怨上帝，因为吃不饱，因为没有东西喝，就常常埋怨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么饿的这种经验。我认识有一位牧师，他在大灾期的时候，他真的会40天不吃东西。我真的蛮佩服他的。有一次我们这个学生团契请他来讲道，那刚好我还不知道他那时候已经禁食第20几天了哈。那我们非常的残忍，因为我们学生团契讲道前都会先吃饭。所以我们就看着他在旁边，我就礼貌的问说：“我们有多预备一个便当？”
他告诉我，哇，他已经禁食20几天了哈。那我曾经有一次也是有一个非常非常饿的经验。各位知道有一个组织叫做世界展望会，他们最常办的一个活动，最著名的一个活动叫做饥饿30。各位知道，其实饥饿30最早的概念就是从圣经耶稣受试探而来的吗？在国外其实不是饥饿30，是饥饿40啊。但台湾人可能觉得饿到40太残忍了啊，所以呢就自动减10个小时啊，饥饿30。那我们因为都会鼓励学生去参与哦，去体验那个饥饿哦。那这个对于非基督徒也很有说服力，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但是他们认识饥饿30。我们就在饥饿的时候跟他们讲一些重要的事情，反正他饿得昏茫茫的哈，什么就都听进去。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就办一个饥饿30，我们就跟着学生一起饿。在进到那个30小时之前，我特别去买了肯德基，想说要先让自己填饱。我买了最大的那个餐，把自己填得很饱很饱，然后我就预备好我要来饿30个小时。那第一天的时候就已经饿到一个受不了的地步哈。那天晚上我们从晚上6点开始饿，所以6点前我就吃完最后一根鸡腿，6点就开始饿。哇，那个从来没发现，原来人饿到会真的很容易生气，饿到会想生气。到第二天中午的时候，我已经受不了了啊，因为从昨天晚上6点没有吃，一直到中午哈，我就开始疯狂似的找寻食物，但是因为我们控管非常严格，不能有任何食物出现在会场。哇，就真的是抓狂似的。那个我就请学生在会堂好好读经祷告。我到卧室里面，我找一下没有，当然不能让他们知道。哇，我那个真的是，找了半天，最后终于在我的包包里面找到1包胡椒盐，好，是我昨天吃肯德基没有加进去的胡椒盐。哇，我看到那个胡椒盐，我如获至宝啊！我第一次发现胡椒盐这么好吃，我就把它整包打开，就赶快吞了进去，然后就满面笑容的走了出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饿到非常饿，然后到处寻找东西的状态。我相信耶稣饿了40天，他的那个状态一定比我更强烈。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只不过饿了10几个小时，我就快受不了了。耶稣饿了40天，这也无怪乎魔鬼给他的第一个试探，就是告诉他：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可以把石头变成面包来吃。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耶稣有没有能力把石头变成面包啊？有，当然有。所以耶稣是考他的法力吗？考验耶稣的法力。耶稣，这个法力你一定做不到，你的能力太弱了。魔鬼并不是考验耶稣的能力，也不是考验耶稣是不是法力无边，真能把石头变成面包。魔鬼在试探耶稣什么事情呢？魔鬼在试探耶稣的是第一句话：你若是神的儿子。这个是魔鬼最常用的诡计，就是叫我们怀疑自己的身份。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做这件事啊。当然耶稣轻而易举可以做得到，但是当耶稣做了这件事，好像要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其实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他就上了神的当。就好像其实在创世纪当中，你就看见魔鬼是怎么欺骗亚当跟夏娃的。魔鬼那个蛇拿着蛇跟夏娃说：神岂是说吃了这个真的会死吗？他要让夏娃怀疑
到底上帝是不是这样说？到底神是不是真的这样讲？神真的有讲过吗？他真的是神吗？慢慢的，你的怀疑就会越来越加深，越来越加剧。怀疑是不是神？怀疑他到底是不是爱我？魔鬼就达成他的诡计，就达成他的这个奸计，就得逞了。而耶稣怎么回答他的呢？耶稣用申命记第8章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怎么样？不是单靠食物，因为还有汤啊，还有饮料啊，面包。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哈。你如果去翻《申命记》第8章的话，你就会发现，耶稣这个《申命记》的前后文讲到什么呢？讲到以色列人哈，《申命记》在讲什么？《申命记》就是告诉那些，刚刚我说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之后，全部都死在旷野里面嘛，只有2个人还活着。《申命记》呢，就是这些死在旷野里面的人的后代。这些人呢，其实不太认识上帝，因为他们没有真的出埃及。这些人是生在旷野的，在旷野里面出生的，所以呢，要进到迦南地之前，摩西呢特别再把过去发生在祖先身上的事情告诉这些百姓。所以呢，申命记就是重申律法，重申命令，所以叫申命记。那在摩西在申命记当中所讲的这个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句话，其实他的前后文就是告诉这些以色列百姓，上帝，你们在旷野当中是会饥饿的，你们在旷野当中曾经有感受到过饥饿，这个其实都是神的磨练，这些都是神为了要锻炼你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不是靠着食物，我们在旷野里面因为太常体验饥饿了，当我们体验饥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原来我们活着是因为有神。这个其实真的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经历的，因为旷野没有吃的，他们怎么样才能活下来？他们要靠着鹌鹑跟玛纳。鹌鹑跟玛纳怎么来的？上帝叫他们来的，真的是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对以色列人百姓来说，他们深深的经历，原来我能活着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的话。这句话，耶稣就用这样的话，引用这样的话来回应撒旦。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说的一切的话。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也是如此。我们能够活在世上，我们能够活着，当然食物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更重要的是，因为上帝让我们活着，是上帝的爱，上帝的慈爱，让我们如今仍然能够存活。我们是因着主而活，我们也是靠主而活。这是耶稣所遇到的第一个试探。接着魔鬼又把他从旷野领到了高山，在高山上有一个好处，高山看得远，所以呢，魔鬼就带耶稣到高山上看尽了世界，有点像看夜景一样。当我们看夜景的时候，心中都会有一个哇，真是一个繁华的世界。当我们从高山上看夜景的时候，其实心里会有一种这一切好像就在我的掌握之中的错觉。我想这也是魔鬼的目的。耶稣来到世界上，他有一个使命，带有一个使命，就是要上十字架，为神拯救他一切的百姓。魔鬼就利用这样的一个特点，利用这样的一个心理的特质，他带耶稣到山上，让他看了一切，跟他说：你若拜我，这一切都是我的，我就把它给你。哇，这对耶稣来说，可能真的是一个试探哦。对他来说，就好像是走捷径一样。当耶稣拜魔鬼之后，魔鬼就把这一切就送给耶稣，耶稣就不用上十字架了。
他就不用经过那些苦难，他就不用走苦路，不用被鞭打，不用与神隔绝，不用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不是一个试探？是，对耶稣来说当然是。但这其实也是魔鬼的诡计。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世上一切所有真的是魔鬼的吗？不，当然不。世上一切所有都是神所造的，所有权当然是神，当然是上帝。所以魔鬼用这样的一个技巧，好像要来骗取耶稣，不认上帝来拜魔鬼。耶稣好，魔鬼欺骗，好像认为这一切世界上所有的都是他的。但耶稣怎么样来回应魔鬼呢？耶稣说：“单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因为这一切所有的都是神的，不是他的。”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认为权势跟金钱对我们来说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试探，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试炼。我们常常都会有一个错觉，这世上一切所有的都是魔鬼的。我们今天如果要得到权势，我们今天如果要得到金钱，我们就必须要走捷径，我们就必须要走歪路，我们就必须要好像拜魔鬼一样，用魔鬼的方法，走魔鬼的思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诡计。我要说，那个金钱的试探，其实对我们来说，有时候是一个大到你无法想象的地步。我记得我在当替代役的时候，我那时候本来有一个机会要来担任这个管理干部，替代役的管理干部。那各位知道替代役这个当替代役时薪是多少钱吗？曾经有人算过，时薪是8块钱。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们那时候一个月好像是5、6千块。我有点忘记实际的数字，反正有人帮我们算出来，我们是廉价劳工，时薪8块钱。但是我那时候运气很好，就是我要当替代役的时候，刚入伍没有多久，我就被长官内定说，那个你可以当管理干部。当管理干部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时薪多1倍，就是从8块变16块，也是不太多，但是对我来说，哇塞，这个多1倍耶，那个是午餐吃卤肉饭跟鸡腿饭的差别。如果我这个一般兵的话，一般替代役我就是中午就是吃个阳春面配卤蛋就算了。但如果我当管理干部的话，我可以管人，我还可以中午吃鸡腿饭，比较开心一点。所以呢，很开心哈。但是呢，本来要当管理干部的时候，忽然我就被调开了，我就被调去别的单位支援，说借调2个礼拜。那借调那2个礼拜就是去处理一些这个奇怪的事情。回来之后发生了一件让我天打雷劈的事情。竟然有一个学弟出现了，所以长官就说 ：“OK， 这个管理干部的职位，我跟那个学弟竞争。”哇，对我来说这个何等大的委屈啊！我是被借调走的耶！那这个如果2个礼拜的时间，长官怎么可以这样变卦？本来那个职位已经内定要给我了想不到有一个学弟出来要跟我竞争。那我看那个学弟这个人也不怎么样那个头脑也没有我好长得也没有我帅，凭什么来跟我竞争管理干部的职位呢？哇！我就这个长官就说过1个礼拜之后开始评选，给我们1个礼拜的时间预备我记得我那1个礼拜真的是煎熬我心中非常多的怨恨跟苦毒。我其实从小是基督徒我已经是我已经觉得我是一个知足常乐然后呢又常在主外非常乖的一个基督徒。但是那个礼拜当中我大概人生的黑暗面、阴暗面什么通通都来了。
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在我这个礼拜一要面试哈，然后礼拜六晚上我就做了一个祷告。我那天祷告是主啊，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这个祷告，但是能不能让他出去的时候被车撞死哈？我真的做了这样一个祷告哈。当我做完这个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都吓了一跳。我想说，天哪，我这么乖的一个人哈，我怎么会诅咒一个人被车撞死？原因是为了从卤肉饭升级到鸡腿饭啊，就是从时薪8000块变成13000这样子。我就为了这样子哈，然后就去诅咒一个人被车撞死。我忽然觉得很不应该。同时我也忽然意识到一件事情，原来金钱跟权力对人的一个影响力是这么的大。我只不过是一个刚出社会、一个懵懂无知的青年我怎么会为了这5000块钱，一个月5000块钱，我就去咒诅一个人？这不是一个基督徒，甚至这不是一个正常人该有的行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要说，金钱跟权势对人的那个影响力非常大。我们都应该在主面前警醒，在上帝面前警醒，知道这个对我们是很有杀伤力的。我们更要知道，其实这一切世上一切的所有都是上帝的产物，拥有者都是神。我们唯有依靠他，唯有敬拜他，这才是应当走的道路。我不是说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上帝就一定会把这一切的丰富、一切所有金钱都赏赐给我们。但是，身为一个正常人作为一个神的子民、神的儿女，我们但知道一切的所有权是属于神，我们是他的管家。我们千万不要为了金钱、为了权势而搞错我们敬拜的对象。这是撒旦对我们的试探。第三个，撒旦随即又把他从高山带到圣殿，让他在圣殿当中看着一切哈。圣殿是当时以色列人的敬拜中心、宗教的中心。撒旦把耶稣带来这边，让他从金钱、权势的思路转换成宗教的思路、宗教的思维，到了圣殿当中，看见在圣殿当中的一切。然后呢，撒旦给他的挑战也非常的有趣。他跟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从这边跳下去。跳下去之后怎么样呢？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命令他的使者保护你，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各位有没有觉得这段经文很耳熟？就是我们刚刚念的诗篇91篇，免得我们的脚碰在石头上。各位亲爱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原来撒旦也读圣经原来他读圣经，而且他可能圣经读得比我们还熟他随随便便就引用了一段，而且你乍看之下，他讲的也还蛮有道理的。刚才诗篇91篇在讲什么？在讲神会保护我们，神非常的爱我们，他不会让我们受伤。所以撒旦马上就引用这段挑战耶稣：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跳跳看你就跳跳看，跳下去，看看神是不是真的会保护你。他挑战的是耶稣对神的信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撒旦也很喜欢挑战我们是不是对神有完全的信任。你会注意到撒旦在这边又用了一次同样的句型：
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如果是的话，你就试试看嘛。如果你真的爱我，那你就试试看嘛，看看我是不是真的会这样来回。你看看他对方，看看上帝是不是真的会搭救你。各位弟兄姐妹，如果耶稣真的这样做了，如果他真的跳了，会发生什么事？上帝会不会救他？我想是会啦。但是耶稣一旦这么做了，其实就是切断了他与上帝之间的信任。耶稣不用做任何的事情来证明上帝是不是爱他，耶稣不用做任何的事情来证明上帝是不是会保护他，因为他相信，他知道神就是。我记得我在这个高中的时候，我曾经做过一件很蠢的事情。高中的时候，我喜欢上一个女生，那非常非常的爱她哈。那说爱怪怪的，非常喜欢她，因为我从来没有交过女朋友，也不知道交女朋友是什么样的感觉哈。那但是因为很喜欢她哈，就是很想要跟她在一起，可是我又很害羞，我又不敢讲，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喜欢我，所以呢，这个班上同学就出了一个馊主意哈，真的是一个馊主意哈。他们想到一个方法是什么呢？他们想到一个方法，就是他们就找了我们班上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假装是我的女朋友，然后呢，我们就故意出现在我喜欢的那个女生的面前，然后呢，要怎么样？看看那个女生会不会吃醋啊？假如那个女生会吃醋，就表示说她喜欢我，我就可以跟她告白，是不是还不错的方法？还蛮蠢的啊，其实。最后这个方法有成功吗？没有，失败了哈，因为一眼就看出来那个漂亮女生那个一点也没有办法引起她的嫉妒心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我们会不会用这个方法来试自己的太太？我不知道我太太是不是很爱我啊？我去找林志玲假装我太太，假装是我的小三，故意经过在我太太的面前，看她会不会嫉妒，看她会不会这个给我一巴掌。如果她真的来给我一巴掌，表示她很爱我，我就放心了。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这样来试验你的太太？你会不会这样来试验你的老公？你会不会这样来试验你爸爸妈妈、你的儿子、你的女儿？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爱我，他是不是真的很在乎我？我来找一个小三，我来找一个小王，隔壁老王哈，来试试看。这就是魔鬼的诡计。当我们真的去试验了，其实就是切断我们与神的信心。上帝的爱是不明而喻的，上帝的爱是明明可知的。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去试验、去挑战上帝对我们的爱。就好像耶稣怎么回答他？耶稣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段也是出自于《申命记》，他前后文就讲到这个上帝已经领百姓出了埃及，又用云柱、火柱，又用分开红海，又用十灾，用了各式各样的神迹，早就已经证明神是爱以色列百姓的。以色列百姓不需要再去试炼，再去埋怨上帝是不是不爱我，带我们到旷野之地，带我们找不到水喝，找不到食物吃。我们不该这样子试探神，不该这样埋怨神。最后，魔鬼试完了3个试探，路加用一句非常特别的描述作为结束。他说：“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的离开耶稣。”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魔鬼的试探不会结束，会一直来，一直来。不管是来自金钱的试探，不管是来自对我们身份上的试探，不管是我们对上帝之间信任的试探，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好好的抓住，好好的认识上帝是一位怎么样的上帝。你可以注意到耶稣怎么样来回应魔鬼的试探，其实他全部都是用圣经的话来回应试探，来回应魔鬼。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是不是够认识上帝？我们是不是够认识神的话，以至于当我们面对到试探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个把握，知道魔鬼这是神的话，不是这个样子。魔鬼，我知道上帝是爱我的，我知道我真是神的儿子，这一切试探必不会到我身上。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来仰望，愿你对我们说话，也帮助我们能够在试探当中得着安息平安，知道你是我们的上帝，知道你是我们的遮盖，知道你是我们的盾牌。我们这样仰望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